顶礼拜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供电三法，伫特定地区甲特定规模的供电开发案，就需要宽屏审查。部分环保团体是真肯定哦，也毋过伊嘛指出讲，亲像室内型气电共生场毋免宽屏，这是真严重的空碰哦。搁有伫海埔会当来开发供电，这伊嘛无法度接受。 规个山坪路甲平树啊草草的装设大面积的供电，高雄大树河山供电开发案引起破坏水土保持的疑虑。顶礼拜供电三法修法通过，未来山坡地10000瓦也是5公顷以上爱宽屏。当地环团表达这是万来正义。他对于在地社区、在地居民，关于选址不当的开发，也是一种迟来的正义。 不过，针对室内型气电共生供电开发，中华环保联盟认为，目前欠缺公民参与，无宽屏，嘛毋免宽赦减刑。这个修法阁无补强，变作漏棚。佫指出，有示范场佫回囤真侪营建废弃物，所以呼吁这漏棚爱赶紧补起来。 这个漏洞应该要赶快补起来，不然台湾就会开始出现更多这种假养殖、增种电还增回填废弃物的这样的假余电共生厂。对这代志，环境部是讲，若是现有的室内影视场加装供电棒，都当作次典型的供电开发，本来就免宽屏。不过，若是新设的都无共。 它是既有的建物上面去加设太阳光电板，本来就是排除在我们环评的认定标准里头。本来不是余温，它去新设一个余温，我们另外有针对余温的设置，也有另外的规范，需要环评。 另外，款团嘛对靠老堡生态丰富、保护海岸等真侪种功能，煞无列做供电禁建区，感觉失望。同时，佫质疑即届武法企图国家公园需要宽屏，嘛是漏棚。环保司是讲，伫靠老堡的敏感区的开发也是需要宽屏。另外，国家公园署表态，国家公园袂使开发供电，若是真正要开发，必须先得到许可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